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9月17日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個市氣氛幾好喎，A 股同港股齊齊向上衝，創業板指數最威水，升咗成1.95%，深證成指都升1.16%，上證50就溫和啲升0.17%。港股都唔執輸，恒生科技指數大漲4.22%，成功企穩6300點樓上，真係幾振奮人心㗎。講到今日嘅亮點，一定要提寧德時代同中芯國際呢兩隻龍頭股。寧德時代盤中最高衝上508蚊，升咗5.35%，復權價仲創咗歷史新高，直接帶動創業板指數創近3年幾新高。中芯國際就更加犀利 ，H 股股價升7.12%，帶動成個芯片產業鏈爆上，光刻機、半導體設備板塊集體走強，波長光電、奧普光電等多隻股份仲漲停添。政策同資金面都有利好消息撐住個市。國資委出聲提振市場信心，股票 ETF 市場單日淨流入28億元，顯示資金都幾積極佈局㗎。半導體設備數據都幾靚仔，全球出貨金額同比增長24%，中國大陸以34.4%嘅份額穩居全球第一大半導體設備市場，難怪板塊咁強勢啦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個市都唔係全面向好嘅，社會服務、農林牧漁板塊仍然跌緊，反映消費復甦仲有啲壓力。仲有雖然指數升，但全市場只有超2500隻個股上漲，好似 ST 東通咁4個交易日股價就腰斬，真係要小心揀股啊！展望聽日，半導體同新能源板塊繼續係焦點，政策利好預期仲喺度，但都要留意部分消費板塊嘅疲軟情況，同埋個股分化可能會持續。記住要控制風險，唔好盲目追高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